就各位香港市民、各位選民，本人詹培忠，冇錯，正話你嘅問題呢係令到呢我不得不比較長啲嘅時間向各位市民同埋觀眾呢、聽眾同埋我未來嘅選民解釋下。事實上，人哋大家都講過，10賭就9騙。賭錢何來咁輕易有得贏呢？特別係香港嘅跑馬，各位年青人，你哋了解到跑馬雖然而家年青人已經唔係好興，好有興趣，但係畢竟馬會唔係幫你對賭㗎，馬會只不過呢從中代表政府收取呢個呢佣金。同埋政府嘅稅項，同埋佢自己嘅經營所得嘅啫。但係佢馬會同埋政府呢，佢呢從每次嘅投注之中呢，抽取呢大概接近17%至18%嘅利潤。換一句話說，去賭馬嘅有關人士，如果每場平均呢根本上輸緊嘅。冇得贏嘅，你會得贏係贏其他嘅投注者嘅啫。好啦，講到澳門嘅賭博嚟計呢，我曾經有12個字提供俾大家參考㗎。12個字呢，就係贏谷、輸縮、心清、素熟、夠毒、知足。好啦，我詳細解釋下呢12個字嘅含義。贏谷就係你當你去參與博彩嘅期間，你贏咗錢呢，你就唔好收翻嚟喎，盡量你順勢順利順手，你就買大啲落去，你贏嘅機會呢係有7、8成㗎。輸縮，當你唔就手嘅時間，你輸錢嘅呢，你呢快快脆脆。遠離賭場，甚至到呢投注呢即刻縮晒，因為點解呢？永遠呢就財不入急門，你越需要錢嘅時間，越需要嗰鋪要贏，佢就輸到你貼地。第三，心清，你做任何嘢呢，你心情呢要呢有好愉快嘅，唔好谷氣，唔好頂心頂氣。如果咁嘅時間，你輸嘅機會就大。你好即係平心靜氣去評估嘅環境，就係心清素熟。素熟者咧，任何嘢你打麻雀又好，賭錢又好，出咗幾多隻牌，點解佢嘅動作咁樣呢？必然係打錯隻牌，叫翻轉頭你唔打翻俾你。心清素熟夠毒，夠毒者呢，即係呢你得勢不饒人最後知足你。要帶幾多錢去，你贏幾多就夠㗎啦。故此呢，做人假定能夠一樣做到呢個咁嘅12個字嘅真諦，就係贏谷、輸縮、心清、素熟、夠毒、知足呢，對你做人呢都非常好嘅作嘅鞭策嚟㗎。我哋記得喺澳門舊葡京賭場，佢曾經呢就有20個字，就係博彩無必勝，輕注可怡情，行錢來玩耍，保持娛樂性。當你輸清光嘅期間呢，你睇到嗰20個字呢，你就激到生蝦咁跳。故此呢，大家都了解到我自己本人冇口贏，我贏錢嘅機會大。大嘅呢，當然我亦都呢輸嘅期間，我肯輸，我走人。第二，輸唔話俾大家知，咁咪成日贏咯。所以呢，就鼓勵年青人玩快錢，唔係話唔可以，最緊要了解自己嘅條件，量力而為，知己知彼，做到呢自己唔係叻過人哋，自己肯認低威過人哋，你就能夠更加生存嘅機會，更加優越嘅條件希望大家理解，社會冇僥倖，憑你自己嘅努力爭取你所得。
只能夠比較永恆啲嘅，亦都乘此機會提醒大家，當大家個個喺度唉聲嘆氣嘅期間呢，就係你嘅投資投機嘅好機會。當大家喺度呢自得其樂，以為呢派錢分錢咁容易嘅呢，你就要小心小心。